享宾集团旗下的朵颐餐厅正式进军台南，以精致主餐搭配丰盛百汇，有炭香一板牛排、味增猪肋排等，还有开胃前菜配菜，要让饕客大快朵颐。我觉得台南市场是一个非常有文化底蕴的美食之都哈，那所以台南人其实对于吃这件事情是非常讲究的。最低从600元以上开始哦，那到1000元以内的预算，那其实你只要点任何的排餐，你进来都可以享用到我们的这个精致的百汇。除了西式，还有台味可以选择。这间珍珠台湾家味还推出府城限定菜色，有西宝海味的鲜科、3杯安平虱目鱼皮以及火烧虾卷。另外还有日式抹茶专卖店与就来发饼铺合作，推出抹茶口味的碰饼。台南人这么喜欢就是抹茶，然后这一次就来发联名的原因，我本身个人非常喜欢就是他们的东西，过去那边就认识老板娘，技术的交流，然后这次为了台南的名产，就是结合抹茶的一个新的产品研发的。星光3月小北门店集结多家独家与首发餐饮品牌，有首度进驻南台湾，曾经获选10大优选店家的总裁牛肉面，还有首度登台的日本京都北白川葵利乌拉面，以及山本酱牛肉冻饭。将牛肉放在铁网上炭烤，香气扑鼻，令人看了食指大动。主打我们就是原肉现切、炭香现烤的烧肉冻，就是我们一系列的牛，包含我们的招牌的烧肉冻，还有葱盐，还有麻辣口味。那基本上也有如果不吃牛的朋友呢，我们也有相关的一些猪肉冻的相关系列商品。这回还把微醺夜经济带进台南，导入5家餐酒馆概念主题餐厅，有探索马里独家全新品牌，主打创意湖南料理的香碰杯，还有以电子酒精自助交易所为最大卖点，搭配经典美式料理与运动赛事转播的运动餐厅，要让台南人体验从早到晚的时髦生活。记者宋海棠的报道。